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。相信我，你不是一个人。谢谢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有件事我们得理清了。就今天我只是高山，这样是不是比强吻的感觉更好一点？我那……真甜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受到了一丝暴击。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得跟我说一下呀？还不够清楚吗？我就知道。暂时保密啊，尤其是不能让郑婉莹跟孙俪知道。为什么？毕竟从血缘关系上来讲，我是秦珊珊的女儿，摩天又在帮大龙上市，我不想中间被人猜测搞得太复杂。知道，你是不想让别人说高山是吧？说他不靠自己，靠攀关系上位是吧？跟杜飞一样。其实我是不介意了，不过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哎呀，真羡慕。行，说正事儿。你告诉他了？你没事？秦珊珊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们更清楚。为了利益，任何人、任何事他都可以牺牲，更何况是我主动要求加入宜家的案子，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赢了我，又可以增加收购的可信度，正中他的下怀。我还以为你被人当枪使，会心里很难受呢。那你就太小看我了，擦枪走火会不会自伤，这是两码事。有志气。而且高山说过，问题的关键在于苏美和，只要他能赶上股东大会，那一切就有翻盘的机会。我已经拜托了我做律师的学长，他最擅长经济和民事上的纠纷，而且他已经联系上了事故当天在场的工人，我相信凭借他的交涉能力和手段，很快就会有好的